住第二個舞蹈團咧就係麗聲倩影舞蹈團。哇，好犀利喎！嗱，又有男士有女士，佢哋全部都着晒啲着裝，好靚啊！我哋俾啲掌聲佢先，大聲啲啊！等陣咧變咗落力啲㗎會。好啦，咁啊交翻個咪俾佢哋咯啊！尊敬嘅葉安老院嘅護工領導，同埋尊敬嘅爺爺奶奶、叔叔阿姨，大家下午好。我上一次嚟過㗎啦，認到嘛？哇，好嘢好嘢，好靚啊你！哇，今日大家好精神喎，又有笑容。嗱，我哋嘅表演節目馬上就開始。啱先嗱，呢個靚仔 Anthony 已經介紹咗我哋兩個舞蹈隊，一個就係靚靚舞蹈隊，哇，唱到個名都靚晒喎，好嘢嘛！嗱，掌聲！哇，好嘢好嘢！仲有一個咧係邦羅比老人協會分會麗聲倩影舞蹈隊。我哋今日咧有兩個舞蹈隊喺度，啊，希望大家喜歡。我哋演出馬上開始，第一個節目我哋嚟一個大合唱，你哋都可以唱到《我的祖國一條大河》啊！翻個身下。